我叫做永祥，我喺灣仔唐樓長大。歡迎大家嚟收聽我的節目。常聽到生命鬥士被生活磨平棱角，而又自強不息的，可是生活戰士。永祥是一個生命鬥士，昇華生命戰士的一例。永祥的故事要由8歲說起。那年他來港，並在瑪麗醫院確診大腦麻痹痙攣。他入學校才開始學拿拐杖，在學習中適應，在適應中體會更多。他8歲時和爸爸媽媽哥哥同住，爸爸當時和同事同租喜帖街房間。永祥的生活和生命與空間一詞結緣了。他年幼時居住環境絕不算理想，那些密密麻麻的電線和電箱，有點像蜘蛛俠的結網。永祥行動不便，但比蜘蛛俠厲害，是把經歷網交織而收藏。如有個很濕滑的街市，附近有波地球場，茶樓要行樓梯，拐杖當然是不便，步履蹣跚，卻是每一步伐行過，越見內心輕盈，因為堅毅大自豪。空間不止住屋環境，日後的工作和愛情生活，永祥都要比其他人開拓更多空間。我可以勝任的，單是僱用與否亦是考驗。不過這個另類蜘蛛俠相信，抗逆能力越強，不怕責任更大。相信灣仔在永祥心目中，亦令他細味香港。灣仔的唐樓樓梯扶手是黑色，行4層都很吃力。可能因為如此，永祥覺得社會福利重要。我們和他交談，不免覺得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，福利是輔助。但永祥代表弱勢人士，弱勢應只在經濟層面，有了基本條件，可發聲為自己和大家去開拓，希望成功。不忘困難亦有浪漫，一家人睡在碌架床，要鋪報紙。相信永祥世界比任何人渴望世界永遠吉祥，因為生活不多冷場，連煮食用具都是火水爐。溫暖的不是食物，而是共同經歷而有苦有甜的光。空間還包括運用，廚房放下談判用來方便。不變的永祥對如何方便必有更深體會。事後要媽媽處理方便或不便，可能是親情昇華空間。永祥和媽媽爸爸也曾經在親戚家住，小確幸是在別人家看電視。或許社會福利的觀念正是人給你，又到你給人的小或大確幸。永祥的相關相片已不全，童年拿着談判的回憶，令永祥着重有自己的空間。
到現在，他最想分享是情懷，而生活下去畢竟有情感。但香港公屋或工作都供不應求，亦不免追求速度。他精選14處想到訪的地方，但最有感情還是灣仔舊時住處。灣仔對新一代好像是舊區，但蘊含香港最珍貴價值，歷史常新。文青和運動型都找到生活氣息。永祥的灣仔故事，正是最傳統而跨時代香港故事。我要訪問灣仔的年青人。喺小時候對灣仔嘅唐樓有冇唔同感覺？如果你是設計師，你會怎樣提升灣仔？嘿，冇錢咪要爬樓梯咯！我而家都住緊唐樓啊！灣仔電車叮叮穿插喺不同的高樓大廈之中，現代化就好似高鐵，而舊式唐樓點樣融入香港嘅舊社區？電車最啱我哋啲老人家噶啦，而家啲交通費咁貴，電車就冇加價喎。而88號電車啊，仲有冷氣添。如果唔係啊，我哋就成身汗都唞唔到氣啊！你覺得灣仔和乜嘢社會議題有關係？你覺得灣仔有乜嘢浪漫情懷？除咗電車之外，新舊建築物交替，尤其是喺我背後嗰座粉紅粉黃色嘅建築物，都好浪漫啦。社會福利不免涉及資源，回憶情懷要記憶空間。永祥可以留下自己的心思時間，充實這空間，不是 RAM 計算，而是有實感的 tab 以至 hashtag。空間大或小，好或壞，都是大家的生命付出。由生活引證，永遠吉祥的空間不是傳說。歡迎你加入永祥嘅 WhatsApp 群組。永祥其他的心願，我要找一份工作，我要找一個女朋友，我要出一本書籍，我要把我們的故事放上網，我要走訪香港其他社區，請你也幫永祥一把，進擊生活的永祥，哪有永遠吉祥？只願減少冷場。